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叔。今天所在地就是在九份，台湾北部一个很重要的景点，很多外来观光客。那九份这地方，我们所在这民宿是蛮高的，所以他看到很漂亮的景，然后他餐也不错。那我来的目的当然希望跟他谈说，我们可以再办唐宿欧旅嘛，因为我就希望在推广在民宿住宿啊。吃美食啊，喝好酒啊，跟好朋友聊天，这绝对是人生享受之一，也是让你放松的一个方式，对不对？因为在民宿就是你会喝酒很愉快嘛，很轻松，因为不用再开车回家嘛，就住在这里。OK， 当然我今天先不要介绍这民宿，然后我先讲一个概念，介绍各位一个游戏好了。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盲饮 （blind tasting）。就是你倒这杯酒，你可能不知道从哪一瓶倒出来的，因为它可能酒是标签包起来，所以你完全用你的感觉来品这瓶酒，你不会受到标签影响，好吧？所以这种就属于盲饮。但盲饮的目的很多啦，如果比较专业来讲，有可能就是，就举例讲，这两瓶酒可能一瓶几千块，一瓶几百块，同一个产区，那你盲饮的话就不知道你喝的哪一杯是几千块还是几百块。所以说不定你喜欢几百块的没差，因为你可能你的品尝功力还不能体会几千块那种感觉，那以后再学习嘛，多喝就知道。所以至少你不会说因为看到别人说这瓶这瓶贵，你就有先入为主的概念，这是盲饮的目的。另外一种有可能是我想试看同一个酒庄不同年份的表现，那里面可能有好年份，不同比较差的年份。那如果看标签，你知道什么年份的话，一样会影响我嘛？所以干脆就盲饮，所以同一个酒庄不同年份，那我们通常叫垂直的一个品饮，就是同一酒庄不同年份，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产区同一个年份酒，但是来自不同酒庄，也就是说同样年份表示那葡萄的品质可能蛮类似，因为同一个气候生长出来的嘛，可是因为不同的酿造，所以也有不同的变化，所以也就是说同样酒庄同样年份不同酒庄的酒，那我们这种叫水平品饮，而这种都是可以靠过盲饮来去除标签的影响。那我今天不要讲这么太专业的东西，我常跟各位介绍一个我常玩的游戏，就假设我们今天朋友那边大家一边喝酒，好，先说喝这两瓶好了，这瓶是不同品种，一瓶叫 Cabernet Sauvignon， 一瓶 Shiraz， 那我们每一种先喝一口，所以你知道是 Cab是这种味道 ，Shiraz 是这种味道。好，然后你再转过去，我就倒一杯给你，你猜看是哪一杯？你觉得很容易吗？不见得，有时候也猜不出来，好吧？所以这个目的就是干嘛？就是如果你猜不出来，你再多喝一杯嘛，再感觉说很容易把酒都消完。这时候每次在推酒的方法之一，就是说你盲饮猜不出来，你再喝一杯，就是这样，很快把酒消掉。我还记得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有以前一个朋友，他不懂酒的，可是每次这种盲饮他都猜对了，很奇怪为什么？原来他告诉我，就是说，假设这边有倒，你看他酒柜摇过了吗？所以只要转过看这边摇过了，知道这是这瓶酒，这杯是这瓶酒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原来这样，那以后我倒完之后，我两瓶都摇过，你回过头看你就不知道是哪一瓶。所以要记到盲饮的话，这个要注意一下，不要让看到哪一瓶酒是有摇动过，表示从那瓶倒出来，好吧？这种游戏很好玩的，就是特别在民宿的话，晚上就很容易把酒喝完。好 ，Cheers。